台北有一個客停車司機駛車駛到路口，竟然無把路口的遠景看在眼內，是直接來弄紅燈。遠景馬上走過去，要來捉迄台客停車，當然是捉袂到，只會當目睭金金看客停車駛離開。啊，講迄台客停車看起來是真平穩、真正常，駛到後一個路口嘛無個違規。警方研判應該是受到光線的影響，才會誤衝紅燈。機車、汽車攏乖乖佇路口停紅燈，要毋過這個紅燈明明要22秒，內線計程車已經開始慢慢啊駛行。遠景看到了，準備要打進前，甲炸落來，想袂到，計程車司機無將遠景當作一回事，油門站落駛離開現場。遠景佇後壁咧捉，用走嘛捉袂到車，真正是目睭金金人上中。事發在台北市中正區三元街與寧波西街口，在17號早上8點多，當時正值上班時間，而許多民眾目擊這一幕也都相當傻眼。一個計程車駛路線正在，無啥物可疑，到後一個路口嘛無個違規，敢若是因為光線影響才會弄紅燈。建議營業用自小客車闖紅燈，遂上前攔停，唯該自小客車未發現本所員警，徑自離去。後續本所依違反道交條例第533條舉發。依照道交條例標準，小型車弄紅燈會罰2700，大型車3000。啊，無論是大小台車，車頂若有載危險的物件，弄紅燈的罰金會到5400塊。是講記者實際來到現場，發現日頭的方向其實甲這台計程車是共向。這個運將違規弄紅燈，到底敢是真正受到光線的影響，還是因為分心無注意到路況？這恐驚愛問伊本人。